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嚇。相信上一個禮拜大家都係心情好沉重嘅嚇。問幾個簡單嘅問題啦嚇。有幾多個同工弟兄姊妹係喺電視機面前喊過嘅有冇？係咯嚇。有幾多個係因為呢件事夜晚瞓得唔好，或者甚至發惡夢嘅有冇啊？有幾多弟兄姊妹係終於要去到大埔幫手啦？有冇啊？或者你喺其他嘅場合為佢哋禱告啦嚇。我哋係社工嚟嘅嚇，咁我嘅神俾我嘅任務都係作一個社工嘅老師啦嚇。咁我啲學生都好多係機構嘅負責人啦，好多都喺社工行業做咗20-30年啦嚇，就不停咁同我傾偈。阿 Sir 出邊好亂啊咁，我話係啊，我知道好多人湧咗出去啊咁，湧咗出去咧，喺網上仲會有啲嘅情況出現咗，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啲招募啊？招募註冊社工、註冊嘅治療師、註冊嘅教師，然後咧就將個每一日24小時分咗6更，咁希望呢啲註冊嘅專業人士咧係去陪一啲受災者去認屍。大家有冇想過認屍嘅過程係點樣嚇？如果我哋嘅親人去世，去認屍嘅時候，喺間好凍嘅冷氣房抬條屍出嚟，然後去睇下嗰個人個樣係咪自己親戚嗱？我諗每一個都可能經歷過呢個過程啦。就算係親戚，就算係死得安詳，當你見呢個屍體嘅時候咧，都係種好大嘅震撼嚟，啱唔啱啊？咁大家有冇想過喺災場裏邊嘅屍體係燒到昏黑，面口係扭曲嚇，又唔知邊個係邊個？你要陪住一個咧痛哭或者咧情緒好波動嘅人去經歷呢個過程嘅時候，真係問下大家，你嘅情感會唔會被喐動咧？咁嚇，你頂唔頂得順呢個過程咧？咁嚇，我就見到好多嘅義工啦，好多嘅朋友啦，衝咗出去，但係結果係覺得自己頂唔順咩？行翻落嚟嚇，亦都有啲人咧，藉住呢個機會咧，去做一啲嘅輔導嚇，又或者咧做輔導嘅時候咧，佢唔記得咗樣好緊要嘅嘢，就係嚇，我講翻個故事俾大家聽嚇，就係喺當初喺四川汶川大地震嘅時候咧，大家知唔知汶川大地震嗰度咧有3個字喺個出口裏邊：防火、防盜、防心理諮商。真嘅喎，你睇翻啲畫面就係點解啊？因為咧，當年災場裏邊咧係有好多人救翻出嚟。救翻出嚟嘅時候咧，其實有啲人因為長期個災場裏邊咧，喺創傷嘅治療裏邊，我哋會話咧佢係壓抑或者嚇到呆咗。聽得明啊？係連喊都咩啊？唔識喊。因為當個人極度痛苦嘅時候咧，你不停要佢重新敘述呢啲痛苦有乜後果啊？其實係要佢命嘅嚇。又或者咧，有好多喺呢個時候覺得我係某一種輔導嘅大師，所以我應該用呢種嘅方法。哇！呢個唔係你表演嘅時候。哇！出邊有好多講座喺呢幾日咧，係雨後春筍咁走出嚟，亦都好多人咧就話呢樣點做，嗰樣點做。但係我哋做咗40年，做咗好多難做嘅個案咧，我哋看在眼裏咧，有好多係 harmful practice 嚟。恩福裏邊咁大間教會，可能中間亦都有啲弟兄姊妹係好有興趣，或者真係參與呢個拯救
或者係輔導嘅工作。咁所以提一提大家喺呢個災難性裏邊咧，我哋要留意啲乜嘢嚇？咁第一件事希望大家留意咧，就喺任何嘅災難裏邊咧嚇，我哋會話係天災啦嚇、人禍啦嚇。天災人禍點解對我哋咁大鑊咧？咁嚇，天災人禍基本上有幾樣嘢令到我哋好凄涼嘅。第一係 unpredictable， 你冇預過就咩？就殺埋你啦嚇！我哋冇預過，當我哋睇個電視畫面嘅時候咧，我哋覺得好似睇緊拍戲、衝天大火災咁，冇諗過呢個係咩啊？係真實嘅。咁有啲同行就話俾我聽咧，除咗我哋要兼顧呢啲受災者裏邊咧，其實大埔有一班人好凄涼嘅係咩咧？係啲街坊睇住對面嗰座大廈啲人出嚟求救，但係冇人救到佢，跟住活咩啊？燒死！哇！咁震撼嘅場面，睇完之後成個人咩啊？會腳軟嘅喎，啱唔啱啊？嚇！咁啊，除咗 unpredictable 之外咧，最緊要係 unbearable。嚇！呢啲苦難嚟到嘅時候咧，係每一個人都承擔唔起嘅咁。咁仲有一個咧麻煩咧，係 multiple。唔係一個苦難，係啲苦難咧會接住一個咩啊？接一個嚟嚇！我初初以為淨係冇咗間屋啫，點知原嚟我嗱喺電視裏邊有一個畫面，令我心靈好震撼。啲人喺度走出嚟，喺度咧揸住個牌，周圍問嚇究竟我先生或者我仔女喺邊度？其實最凄涼係啲失聯嘅親友，唔知道生咩定死嚇。咁跟住你就會發覺啲苦難咧一個接一個嚟啦嚇。初諗住淨係冇咗間屋，後尾諗住冇咗啲人，咁啊後尾諗住咧以後嘅日子都唔知點過。我記得有個畫面咧，有個人嚇安全咁走咗出嚟嚇，另一個咧喺度咧好困惑咁周圍揾緊佢嘅親戚。咁於是你好困惑咁揾緊佢親戚嗰個人咧就話啦：你咪好咯嚇，你起碼可以執翻條命。嗰個人點鬧佢啊？你知唔知我啱啱搬入嚟住，仲借咗一大筆錢，間屋冇咗。我以後仲要咩？仲要還錢啊！咁你未試過咧咁，哇！你就會發覺好得意啦。一個人咧係睇到自己嘅傷痛同苦難，可能個人有其他屋啦嚇，或者可能間屋唔係佢嘅所有啦嚇，佢就冇辦法體會隔離個人咧冇晒錢財，仲要欠債嗰種痛苦，啱唔啱啊？嗰個冇辦法欠債，又或者仲有好多錢未還，就冇辦法睇。但係屋企人個個出晒嚟嗰個咧，就冇辦法去體會咩？屋企人冇晒嗰種痛苦嚇。喺苦難裏邊咧，應該係互相支持嘅。但係當人嘅極度痛苦嘅時候咧，希望大家記住咧，喺極度痛苦嘅時候咧，人都係自私嘅。點解？火燭啦，戲院得一個出口，裏邊有1000人，後果會點啊？一定會人踩人。其實咧，如果大家好冷靜咧，可能死嘅只係10個，但係大家唔冷靜，爭住一個出口咧，就踩死嘅人遠遠比咩啊？喺火災裏邊出現更多。咁所以咧，喺苦難裏邊有一個最令人痛心嘅時候咧，就喺苦難需要互相扶持嘅時候咧，大家變得自私自利。又或者咧，我哋睇到苦難嘅背後，其實係
人嘅罪性走出嚟。今次係咪天災啊？今次係人禍嚟嘅，啱唔啱啊？嚇，咁唔詳細講啦嚇，嗰度有排講啦嚇。咁所以喺苦難裏邊，令到我哋最痛苦咧，就睇到人性最黑暗嗰邊，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咧人性最光輝嘅一面。嚇！當呢兩樣嘢係一撞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內在產生咧好多嘅激烈嘅變化，於是我哋咧係會疾惡如仇，又或者咧我哋會係不計前嫌，又或者我哋咧衝出去幫手嚇。咁所以將幾樣加埋嘅時候咧，天災人禍出現嘅時候係一種好大嘅震撼。產生嘅效果係震撼，產生嘅效果咧係破碎。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，其實係有幾堆人面對嘅情況都唔同。第一係受災者。就第二係救助者。我哋知道有個消防員係燒到黑咗，為呢場大火犧牲。我哋見到佢嘅屍體抬出嚟嘅時候，我哋覺得呢個係英雄，覺得呢個係捨己救人嘅精神嘅延續下。咁仲有一紮咧係目擊者，睇住熊熊烈火，啲人冇辦法逃生嚇。咁呢個係當地㗎啦。咁第三咧係就傳遞啲資訊，可能係記者啦嚇。如果大家有睇8點半嘅新聞女王，你就發覺咧，佢裏邊係描寫到啲記者咧係差唔多係救助者嚟嘅，啱唔啱啊？甚至為犧牲啊嘛，呢個係資訊者啦嚇。咁呢度咧，亦都係接受資訊嘅人咧就係觀眾啦。希望大家記住咧，其實唔預知啦、唔 bearable 啦、multiple 啦、egocentric 啦，或者 suffering 啦喺呢度出現啦嚇。其實對呢啲1、2、3、4、5類人都會同時出現，不過大家受嘅程度或者對苦難嘅詮釋係完全唔相同嚇。咁特別喺呢個位置裏邊咧，有班幼年嘅觀眾咧喺睇到呢啲畫面，究竟對佢身心靈有咩影響咧？呢個又係我哋今日咧，我哋只係去講講呢啲受災者我哋作為一個救助者或者幫忙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留意一啲乜嘢嘅情況因為時間所限咧，我只可以好簡短咁提一提大家OK。好啦，咁呢啲唔使講啦呢啲又唔使講啦嗱，如果按照受災者嘅創傷咧，就可以分成幾類嘅。第一類咧，喺火中嚴重灼傷嘅身體創傷啦，缺氧導致窒息嘅心肺功能啦。今朝早新聞仲講咗一樣嘢咧，係嗰啲發泡膠咩封住啲窗口，而啲發泡膠燒出嚟嘅時候有毒氣嘅，吸咗啲毒氣咧，個人搞唔掂嘅咁最有趣咧就話啲龜咧拎出嚟嘅時候隻眼都紅嘅，因為嗰啲係致敏原。咁所以揾獸醫睇過之後，要揾啲清水同啲龜清咗輪之後咧，嗰個眼灼傷嘅位就咁亦都好多後遺症會出現嘅
OK， 呢個第一批啊。第二批就親人受傷、死亡、失去聯絡帶嚟嘅哀傷啦嚇。咁喺呢件事裏邊咧，就除咗一大紮嘅即係社福利署嘅社工係分咗兩個梯隊嘅，一個梯隊咧就負責輔導啦、散發物資啦，另一個梯隊咧就負責去認屍啦嚇。咁行內人係知道有另一個服務就會出現啦，就係馬會啦，就見到件事就組合咗幾間機構要做一啲咧係我哋叫幸存者嚇。咁呢個服務又出現啦嚇。咁呢個呢個係第二類嘅壓力嚇。咁第三類嘅壓力咧，喺大火裏邊失去家園啦、財產啦、未來生活嘅衣食住行啦、各種財政嘅負擔同適應啦。嗱，咁大家留意下嚇。A、B 咧、C 咧，A、B、C 邊度最多人參與救助啊？係 A 啊，係 B 啊，定係 C 啊？A， 我哋有冇能力參與救助啊？冇喎，點解啊？呢啲係醫療嘅問題嚟噶嘛？我哋作為一個冇醫療常識嘅人咧，只可以陪伴啫，冇得參與噶，係嘛？B 咧，如果要我哋幫手，我哋點幫手？第一，去認屍，頂唔頂得順？就第二，陪佢辦喪禮，有冇咁長時間？第三，呢啲人強烈嘅情緒會爆出嚟嘅，你承唔承載到？啱唔啱啊？嚇，咁嗰個係講心力、講承載、講時間嘅參與嚟嘅嚇。咁所以一般性對 B 嚟講咧，喺呢個層次就交咗俾社工啦。嚇，又或者成個制度裏邊咧，就開始去 discuss 咧，就最好一戶一社工，啱唔啱啊？就要承載呢扎嘢啦嚇。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留意咧，我啲學生話俾我聽，佢哋好慘喎。佢哋衝出去做晒所有嘅嘢咧，唔係等於佢日常工作咩？唔使做喎，係只不過所有呢啲都係 additional 喎，即係做完呢幾日或者做完呢2個禮拜之後咧，舊嘅工作又要咩？又要 finish 翻喎嚇。好啦，所以最多人參與係咩啊？C啊。咁3日之內，你已經發覺咧，今朝新聞已經講啦，啲物資多到咩？派唔晒啊！琴日我食飯先同個朋友講，個朋友喺度喺外國翻嚟，好有趣。哇！要煲煲餐餐，我哋個個屋企都大把啦嚇。咁我就話：如果你真係要煲煲餐餐咧，我諗你唔好捐出去啦，因為咧佢撳淘寶買個煲咧，可能送翻嚟嘅速度同價錢用咩？仲快。因為咧，你去分辨嗰啲煲煲餐餐咧，究竟有冇用啊？可唔可以派出去咧？嚇，你所用嘅行政費用仲多過你去買嚇，咁所以大部分人參與都係 C 嘅嚇。咁有啲災民可能係3樣一樣，又或者咧可能係3樣裏邊咧互相關係同糾纏嘅嚇。問下大家啦，如果係你？A、B、C 任你揀一樣，你最怕邊樣？你最怕邊樣？你最怕 A 啊定 B 啊？如果有日神同你講，你自己殘廢去交換你個親戚唔殘廢，你願唔願意啊？好有趣啊！嚇，呢2條問題，如果走去問好多人咧，你都會發覺大家個感覺好唔同嘅嚇。嗱，咁仲有 A 同 B 有個最大鑊嘅嘢咧，係一生一世嘅創傷，唔係因為俾人輔導就咩冇咗嘅。
好多後遺症出現嘅嚇。OK， 好啦，咁但係喺 ABC 裏邊咧，唔係淨係咁喎，因為咧喺 ABC 裏邊咧會帶起我哋生命好多嘅創傷嚇，童年嘅創傷啦，工作人際關係壓力同創傷啦嚇，婚姻裏邊啦嚇，現時嘅家庭創傷啦，親子關係啦嚇。問下大家，假如你同你嘅老婆諗住離婚啦，嗌交嗌得好犀利，結果佢喺大火燒死咗，對你係咪解脫啊？大家覺得係咪解脫啊？點解唔係啊？反而你覺得咧，面對生命嘅時候咧，離婚或者意見不合嗰樣嘢咩嚇？唔係一件最重要嘅事喎。人遇到苦難好得意嘅喎，喺遇到苦難嘅時候咧，就將好多嘅困難冇苦難咁多咧，係暫時丟開，一齊面對困難。但係困難過咗後之後咧，未搞掂嗰啲問題又咩？又出翻嚟嘅咯嚇，唔會因為咧你經歷咗之後咧係減少咗嘅喎嚇，咁所以咧係一二啦嚇。第三啦，現時嘅工作壓力同困難，咁所以我哋去幫呢啲人嘅時候咧，記住我哋唔係睇緊 ABC， 我哋同時 ABC 係會撩動1、2、3。聽得明啊？係成堆咁湧出嚟嚇。OK 啊，好啦。而因為災民一無所有啦，好多都要解決啦，好強烈嘅情緒啦，處理嘅緊急事件好多啦，所以即時嘅安慰同輔導咧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嚇。咁希望咧，如果你真係去幫佢嘅時候，留意下列幾樣咧嚇。就第一，你走去幫人嘅時候咧，好有熱誠啦，好俾人委派咗啦嚇，但係你都會有自己嘅經歷嚇。你去幫人嘅時候咧，人哋嘅經歷亦都會同時咩啊，搞動你嘅經歷。假如你係爸爸死咗，啱啱走去陪一個咧係爸爸仲喺賽場，唔知去咗邊度嘅案主，同時都會撩起你對爸爸嘅咩哀傷喎。聽唔聽明啊？嗰個係一個心靈碰觸之後嘅連結嚟嘅嚇。咁所以咧，好多時嚇面對遺體啦嚇，情緒波動啦，咁真係要去評估下自己嘅承載能力啦嚇。咁所以好有趣嘅嚇，陪去認屍嗰啲就人最少嘅，但係負責出嚟俾物資嗰啲咩人最多嘅。點解？因為派物資嘅時候感情投入係咩？唔需要咁多嘛，啱唔啱啊？嗱，不過等陣你留意啦嚇。咁要評估下自己頂唔頂得順啦嚇。嗱，呢個頂唔頂得順咧，都要講年齡。我啱啱收到我另一個學生，佢負責帶實習嘅嚇，佢喺某間大學。咁佢啲實習同學就好有心，於是呢3日咧係每日出去咧做義務工作咧係超過14小時，連續3日，14小時喎。咁即係代表咩？即係代表咩？我聽到我就同我學生講啊，我話你學生一定好年青，因為假如我同你係咁樣揼法咧，就已經咩啊？可能仲慘過啲災民㗎啦咁嚇。咁所以你真係要去睇下你嘅心力承唔承擔到咯嚇，你能唔能夠面對呢啲困難啦嚇。咁同埋咧喺執行任務嘅時候，如果覺得你自己嘅創傷係突然間爆發，例如係咩啊？有好多同工咧係返屋企嘅時候覺得腸胃好唔舒服，亦都有好多同工咧喺現場係覺得自己頭暈嘅。
亦都有啲同工咧係返咗去之後咧係作嘔同埋周身震嘅啦。咁呢啲咧都表示你嘅情緒反應咧被勾咗出嚟啦嚇。咁就唔該咧，係時候去揾人幫手啦嚇。咁第二咧嗱，希望大家留意啦嚇，即係不過呢個對大家可能未必就係對我哋啲同行好緊要啦嚇。其實每一個人咧嚇面對創傷都有4種反應嘅。第一種係連講都咩啊？唔想講。咁你問個受災者，你阿爸咧咁唔講嚇，好強嘅壓抑啦嚇，或者忘記啦嚇。我記得有個畫面就出現一個人去簽弔唁冊嘅，簽弔唁冊嘅時候有啲喊得好凄涼啦，有啲好有同情心啦。哇！其中一個咧，我諗佢係真係壓抑得好緊要啦，係咩？其實我佢親口講喎，我死咗我父親，又死咗我個仔女，跟住下一句講喎，咁我希望政府係派多啲錢去幫下其他人啦。咁呢個有咩問題？佢講嘅時候冇眼淚嘅嚇，情感係好冷靜嘅。大家 feel 到啲咩？咁如果另外一個人係呼天搶地講，我冇咗阿爸，冇咗細路，我好慘。你話邊個慘啲？第一個慘啲定係第二個慘啲？第一個慘啲，點解？哇！成個情感壓抑嘅好似凍咗，行入簽弔唁冊嘅時候咧，好似所有嘢同佢咩冇關嘅嚇。你睇到嘅時候咧，我個心都震埋出嚟嚇。咁啊，所以第二咧嚇就係強烈嘅焦慮不安啦。咁喺呢啲情況咧，我哋叫 triggering 啦嚇。咁係勾咗出嚟又咩啊？又壓翻落去，想講又咩啊？唔想講。咁呢啲狀態就囉囉攣啦，成晚瞓唔着啦。就係呢啲狀態啦嚇，咩都做唔到啦嚇。咁亦都有啲係回彈啦，回彈係講緊咩咧？係相關嘅聲音啦，相關嘅畫面啦，相關嘅程度咧，可以喺意識同埋潛意識回彈。如果喺意識回彈咧，就不停見到呢啲畫面，我哋叫 flashback 啊。如果喺潛意識裏邊咧，就會發夢啦。啲夢境係好似成件事咗，咁仲有啲咧係個身體有觸碰就會彈起嘅，咁嗰啲就有機會再講俾大家聽下。咁而每個人對創傷嘅韌力都唔同咧，有啲係 ABC， 有啲係2、3、4嘅糾纏啦嚇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咧，如果你識 critical insight debriefing 嘅，如果你識眨眼法嘅，如果你識係靜觀嘅，如果你識係嗰個咩？嗰個感動治療嘅係 ADEP 嘅，咁就希望大家記住咧，每一種治療嘅手法咧，其實只係適應一種創傷嘅形態、一種嘅經歷、一種嘅人事，對呢個人有幫助咧，對嗰個人可能係傷害，所以就唔好千篇一律，淨係用幾個好簡單嘅技巧去處理咗佢嚇。咁另一個咧就大家知啦，就嗰啲1、2、3同 ABC 嘅糾纏啦。所以喺現實世界裏邊咧，呢啲人對外間嘅承載力係低嘅，咁可能有少少事，譬如排隊攞慢咗嘢啦，或者你俾錯嘢佢啦，登記嘅時候咧係好多手續啦，佢就喺嗰度咧就好多責備啊、投訴啊嚇，咁嗰啲係要愛心忍耐嘅，就唔好將呢啲責備投訴咧放喺心度嚇。咁除咗檢討自己服侍嘅態度咧，亦都要明白呢啲受災者火災之後嘅情感反應嘅嚇。你只要溫柔啲同佢道歉、擁抱佢咧就可以得噶啦嚇。咁嗱，希望大家記住啊，即係其實喺所有災民裏邊咧，佢意識嘅係一無所有，即刻需要咩？衣食住行，啱唔啱啊？即刻需要居所，呢個喺意識裏邊出現嘅嚇。但係咧，
就喺半意識裏邊咧，就頭先講啦，冇咗親人啦，嚇，冇咗財物啦，嚇，又或者身體有創傷啦，嚇。咁第三咧就係生命裏邊唔同嘅層次啦。咁所以第一個層次係意識裏邊要馬上解決嘅問題啦。第二個層次係最近嘅經歷同痛苦啦，嚇。咁俾第一個層次咧嚇去申請嘢嘅時候就會勾出嚟嘅嚇。咁勾下咧，就第三個層次生命創傷都會伸出嚟嘅嚇。咁所以咧，有人就會咁講：而家咁多嘢搞，都係唔好處理佢嘅生命創傷啦，或者唔好處理佢一生嘅創傷啦。嗱，好多人嘅諗法咁喎，但係得唔得啊？我記得汶川大地震呢啲同學話緊俾我聽，啲小朋友喺度畫畫，啱啱畫到一間屋，就即刻唔見咗間屋，嗰種唔開心嘅感覺就咩？就勾晒出嚟啦。咁我哋點處理啊？個老師可唔可以話我哋唔傾呢啲住，畫完畫先再傾？或者個老師可唔可以話我係負責教畫畫嘅，我唔係做輔導嘅嚇？你喊得凄涼，所以就寫張紙俾個小朋友帶住張紙咧落去見學校社工啦，得唔得？個小朋友有咩感覺？覺得你咩啊？好冇人性咯，啱唔啱啊？嚇！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記住呢三種層次係同時出現嚇，係唔到你去選擇究竟我做咩層次嚇。亦都有啲人咧覺得第二個層次最緊要啦，所以搞掂佢即係情緒最困惑啊、火災裏邊啊，又或者其他嘅成日要佢強迫將呢啲痛苦嘅經歷講出嚟啦嚇。咁呢兩種想法咧，對現實嘅狀態都唔 OK 嘅，因為呢三種層次咧會纏纏愣愣嘅，會有好多強烈嘅互動同埋糾結嘅嚇。咁所以咧嚇，例如喺領取物資同幫助咧，有少少嘅障礙就感到受災嘅痛苦，冇人關心啦。同時亦都會勾起一生被遺棄辜負嘅經歷，係會同時出現嘅。所以單做一個層次咧，係唔符合實際嘅想法。咁所以需要做咧，就係呢三個層次來回走動啦。咁即係點啊？畫下幅畫，喊得好凄涼，就攬住佢聽佢講佢嘅故事，等佢情緒冷靜咗之後咩？再畫翻幅畫，明白？嚇，係一個咁嘅過程嘅來回走動嚇。所以再做第一個層次嘅時候咧，我哋要預備按住第二、第三個層次會出嚟嘅嚇，你要即刻去承載嘅。但係又唔好強迫佢講太多，因為強迫佢講太多咧，就即係好似揾把刀咧，係將佢啲傷口裏邊啲嘢咩啊，再撩出嚟。所以佢肯講幾多就咩啊，聽幾多，然後就擁抱幾多嚇。咁所以創傷嘅回憶係咩咧？嗱，希望大家記住下，其實有啲好簡單嘅理論嚟嘅啫。創傷係一啲好零碎嘅記憶，創傷係啲不想回憶、未能咩忘記嘅。創傷係啲好深嘅烙印同傷口，明白？咁所以面對創傷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同講壓力好唔同。壓力係可以好詳細講出嚟求助，嗰啲叫壓力，明白嚇？講唔到出嚟嗰啲先係創傷。咁如果有個教友話俾你聽嚇，佢離婚或者某樣嘢好傷痛，一般同工如果對創傷唔理解，就會講下邊兩句説話啦。你講出嚟，我先可以幫你，啱唔啱啊？嚇，你講晒出嚟就會舒服啲，係唔係啊？嗱，呢兩個謬誤係社工都成日犯嘅喎。嗱，講晒出嚟就會舒服啲，
講出嚟我先可以幫你咧，嗰啲係壓力，唔係創傷；嗰啲係焦慮，唔係苦難。聽唔聽明啊？嚇！苦難永遠或者創傷永遠係講句唔想講落去，或者啲記憶好零碎，或者一講個強烈嘅情感已經咩走出嚟啦。咁所以唔好逼你嘅 brother and sister in Christ 咧，係逼佢詳細形容佢生命嘅苦難。有啲仲加句喎，你唔講晒出嚟，我點樣為你代禱啊？嗰個係 torture 嚟嘅嚇，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約伯記啊。約伯記神係好特登安排3個朋友嗱，我哋都做唔到呢3個朋友㗎，7日7夜乜都唔講咁陪住約伯，我哋做唔做到啊？我諗唔好話7日7夜，我哋7個鐘都覺得咩啊？好辛苦啦，啱唔啱啊？嚇！又或者咧，有啲弟兄姊妹咧，35分鐘都已經咩？佢聽佢講嘅已經咩？頂唔順㗎嚇！咁所以大家記住嚇係，所以創傷嘅回憶係咩咧？係佢擁幾多出嚟，擁幾多出嚟啦？你就收納同保護、包容幾多嚇，關懷幾多？到佢再去回憶呢啲經歷嘅時候咧，就同時回憶到你點樣幫佢嘅愛心同關懷啦。聽唔聽明啊？咁於是愛心同關懷嘅記憶咧，就將痛苦嘅感覺咩啊？中和咗啦。聽得明啊？咁所以創傷嘅治療咧係咩咧？係恰當嘅愛心同關懷同支持，將痛苦嘅記憶同感受咧係一點一滴咁融化咗，聽唔聽明啊？係融咗佢，但係就唔係挖出嚟施大手術啦。呢個我估喺你哋小組裏邊啊，有人經歷好多痛苦嘅嘢咧，希望大家記住呢啲嘢嚇，唔係靠強迫嘅創傷插入同埋施心靈大手術咧係可以醫治到嘅。所以對一個心靈好脆弱嘅受災者咧，呢啲強迫性嘅心靈大手術咧，只會令到佢有更大嘅創傷啦嚇。咁第三咧，就對劫後餘生嘅受災者嚟說咧，最重要嘅係盡快恢復正常嘅生活。所以希望大家記住啦，無論係第一個層次、第二個層次、第三個層次咧，其實呢度亦都似教會嘅幫忙嘅嚇。喺教會裏邊，我哋有被虐待啦，或者有啲好交通意外啦，或者嗱呢啲我哋叫好重性嘅創傷咧。希望大家記住咧嚇，你嘅介入咧係同佢嘅實際生活情景要配合嚇。咁所以應該係喺學校課堂中啦，新入住嘅房舍裏邊咧派物資嘅時候咧，相關嘅服務單位中咧係結合3種嘅情況啦。就第一係文娛康體、宗教同物資嘅需要派發登記嗱。咁以後希望大家都記住一樣嘢嚇，其實喺教會裏邊咧遇到弟兄姊妹有唔開心嘅嘢或者係苦難咧，記住有3類嘢。就第一，我哋好容易就淨係注意佢嘅苦難，啱唔啱啊？就唔記得咗佢仲需要正常嘅生活嘅。苦難其中一個最大鑊嘅嘢咧，除咗受苦令到你痛悔之外咧，係令到你嘅正常生活咩啊？完全冇咗，聽得明啊？或者唔想去做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成日都提啲弟兄姊妹文娛康體呢4個字啦嚇，即係正常嘅活動啦嚇，係需要同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結合埋，兩樣嘢係唔可以分開。我哋就習慣咗淨係面對弟兄姊妹嘅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，然後搏命同佢傾到一個地步咧，係連個 worker、連個受助者自己嘅文娛康體都冇咗，啱唔啱啊？然後就大家一齊捱肚餓、捱胃痛啊，好多晚冇瞓啊，結果咧就唔係個受助者冧，
個幫忙嗰人都咩？都冧埋。但係一個好嘅介入形式咧，希望大家記住，係喺文娛康體裏邊一齊去討論、分享、經歷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，聽得明啊？嚇，咁嗱，呢兩個要 parallel 咯。但係如果對宗教嘅團體嚟講咧，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咧，就係與神同行啦，啱唔啱啊？呢度包括讀經啦、禱告啦。咁如果真正要幫弟兄姊妹咧，就希望大家三條 check 一齊進行。即係點啊？佢好悶，因為阿爸走咗。其實佢好中意打壁球嘅。咁於是你唔係淨係想去屋企，淨係同佢禱告啊，或者做 counseling， 因為阿爸過咗身咧，已經半年冇運動啦。你需要做咩？你係需要約佢出去打壁球，因為身體已經開始咩啊？出毛病啦。然後打壁球嘅時候就幫佢發泄裏邊啲鬱結嘅嘢。打完壁球之後去食飯嘅時候就去問佢心事嚇，嗰餐飯可能係耐啲嘅。然後講心事講到某個位置好凄涼嘅時候咧，嗰個位就係你要禱告同承托嘅位啦。明白？禱告除咗要恆切之外，仲要準確嚇。你唔同佢傾，你唔同佢生活咧，你唔知實際有啲咩禱告嚇。咁所以嗰個又或者打完波之後咧，佢裏邊嘅嘢先會走出嚟。咁所以咧，喺幫助裏邊呢三種活動都要結合啦嚇。第二就安慰、聆聽、擁抱啦。第三就陪同啦。陪同裏邊咧係對呢班人最緊要就係尋找失蹤者啦、辨認遺體啦、喪禮嘅過程啦咁嚇。喺呢個陪同過程裏邊咧，有幾樣弊嘅，就唔好發表偉論啦，唔好表演輔導技巧啦，唔好同案主保持強烈嘅情感距離啦。係有啲陪同嘅人咧，好 task oriented 嘅嚇，乜嘢都唔講，但係連眼神接觸都冇喎。嗰啲一般性啲 worker 走咗去陪咧，好多都係咁嘅嚇。啊，不過個個唔同啦嚇，有啲會好好嘅嚇。嚇，又或者咧係強迫當事人要冷靜啦嚇，即係佢喊嘅時候要佢冷靜啦嚇嚇。咁其實劫後餘生嘅災民咧，最需要係同心同在同行。所以幫助者咧陪伴嘅時候咧，係要默默嘅陪伴、靜靜嘅聆聽、深深嘅體會、恰當嘅身體同埋情感嘅擁抱嚇。但係好多受助者，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係成日想即刻開聲嚇，又或者咧喺受助者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哋輔導嘅訓練咧，成日教啲社工啦嚇，其實最難做就係恰當嘅緘默咯嚇，而緘默得嚟自己又唔會瞓着嚇，你又 concern 緊佢嗱嗰個感覺，咁嗰個感覺似咩咧？嗰個就似一個好有愛心嘅阿媽，係暗緊個細路瞓咯。暗緊細路瞓嘅時候咧，個阿媽出唔出聲啊？唔出聲噶嘛，個阿媽係陪啫嘛。但係暗緊細路瞓嘅時候咧，個感覺就對細路嘅觸覺咩啊？好敏感噶嘛，知道點樣搖佢，知道佢係咪就係瞓着噶嘛，就係嗰種感覺啦嚇。最後劫後餘生嘅災民咧，佢嘅創傷一生一世嘅嚇，就時間只會沖淡啲，就唔會冇嘅嚇。生命永遠由於失去親人咧，永遠都係冇辦法填到嘅空洞。咁所以咧，最弊啲人咧喺災後，你睇到而家就係啦嚇，個個都走去幫手，啱唔啱啊？但係過咗3個禮拜之後就咩？就個個都唔得閒咩？唔見晒人啦啊！我問你啊，假如你屋企有好多唔開心嘅嘢，咁於是咧每日都有10個親戚嚟探你嚇，咁有啲甚至陪你瞓覺添。
但係1個月之後咧，大家都好攰啦，就突然之間咩啊？見你冇事就係時候走咯咁。咁於是你由日日有20-30人陪你，突然之間變咗咩啊？一個人都冇，你嘅感覺會點啊？你仲凄涼過以前㗎，明唔明白啊？咁所以好多喺呢啲災難事件裏邊咧，尤其是啲戰禍啊，尤其是嗰啲所謂英雄啊，初初好多人關心，但係最後咧都係痛苦面對餘生。咁一比較之後，你就覺得人情冷暖啊、世態炎涼啊、長貧難顧嘅感覺就出現嘅嚇。時間係令人忘記受災者，時間係令人忘記英雄嘅付出，時間係令人忘記其他人生命所受嘅痛苦嚇。咁所以喺呢度咧，其實係作為一個義工或者係 Christians 咧，咁如果你同個別嘅災民啦，又或者呢個唔係災民啊，或者你教會有弟兄姊妹裏邊係佢遇着有啲生命嘅創傷同唔開心咧，有個深層嘅心靈交接嘅時候咧，咁希望大家盡量係要維持同呢個受災者長期嘅友誼同支持咯嚇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冇辦法去填補翻佢呢個心靈嘅空洞嚇。OK， 咁最後就係神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力量，係我哋患難隨時嘅幫助嚇。地雖改變，山雖動搖，其中嘅水雖然翻騰，山雖海漲而戰鬥，我們也不害怕。知唔知呢段經節嘅 background 係點嚟㗎？嚇！如果我記錯啊，葉牧師佢咧，好似係希西家入侵嘅時候咧，嚇嗰段時間寫出嚟嘅心境嚟嘅嚇。好，我哋去到呢度就完咗呢9個字同大家嘅講述啦。